舉辦馬日第15檔的台南夏日音樂節將軍好，已經成為南台灣指標性的夏季音樂品牌，不僅惠顧人氣歌手，更結合在地文化甲濱海觀光，每年攏慶大批樂迷朝聖。台南市長黃偉哲歡迎全國民眾做伙來將軍，感受夏日音樂節熱情氛圍。我們8月1號、2號在將軍漁港的地方舉辦南台灣最大的音樂盛事將軍好音樂節。那大家知道啊，這個台南的西海岸啊，就是北邊的地方哦。事實上有許多值得你一來再來探看的景點，包括我們北門如這個扇形北門的井仔腳鹽田、將軍的扇形鹽田，以及生命樹。還有我們將軍漁港的海鮮，以及我們七股的這個西湖，都是讓你流連忘返的地方。8月1號、2號，其實將軍吼從1場變2場，從再附加添加了這個煙火秀，所以呢，歡迎大家一定要來。今年演出 cast 同款是星光閃閃，包含孫淑媚、安心亞。還有黃偉晉、公館青少年、Arcus 美秀集團等人氣歌手甲樂團接力開唱，有計將再現一波夏日音樂熱調。包括黃偉晉、安心亞，包括孫淑媚，還有包括美秀集團，包括公館少年等等第一線最棒的這個演出團體，能夠讓你非常享受一場非常好的音樂饗宴哦！歡迎來到將軍好。黃偉哲也推薦民眾品嘗將軍漁港現撈海產。早時走訪濱海景點，暗時乘着海風，欣賞着精彩演出甲煙火，視覺、聽覺甲味覺一概滿足。也邀請全國民眾把將軍好舉辦期間安排一撮台南濱海小旅行，聽音樂、吃美食、看美景，留下上難忘的夏日回憶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